大家好，我係蔡醫生。最近咧有好多朋友仔私信我，問一大堆個矯正嘅問題，種牙可唔可以矯正牙齒？矯牙會唔會好痛？同埋咧，使唔使一定係剝牙、打骨釘呢啲嘢？金屬個矯治器或者係嗰個隱形嘅邊個方式好，邊樣好？哇，諗到頭都大埋。其實咧冇大細問題，唔同個情況咧係有唔同個解決方式。不如我同你哋分享，矯正前你一定要諗清楚5件事。邊5件事呢？呢5件事你搞明白，你個矯正之路咧就會好清晰，就唔會一頭霧水。第一件事咧就係你個牙齒夠唔夠健康。好多成年人一心諗住要變靚，就忽略咗最基本個情況，你自己個牙周個牙齒健唔健康？我成日同患者講，矯牙就似一塊好嘅土地一樣咧，喺上邊建樓，呢塊地咧就要夠穩紮，先可以起得夠高、夠靚。如果你有嚴重牙周炎、牙周病，牙肉咧成日都發炎啊、流血啊，或者有爛牙未補，呢啲一定要先處理好，先可以去箍牙。牙周病矯正咧個禁忌症就係有牙周炎，唔好同我講你想盡快啲戴上牙套，急唔嚟嘅，明唔明白？第二件事咧係在意究竟咩咧？呢個問題好重要。你一定要問自己，我箍牙究竟係想解決咩問題？係想解決哨牙啊、地包天啊，或者係想話將爆牙收翻落去啊，或者係話將嗰啲擁擠牙齒排齊啊？目標唔同，方式就係唔同。如果你只係想話排齊個牙齒，可以隱形牙套或者係局部個矯正嚟搞掂。如果你係想排齊幾隻牙齒，你可以用隱形牙套或者係局部個矯正就可以搞掂。但係如果你想改善個面型，甚至係骨性問題，咁可能咧就要需要傳統個矯正，甚至咧係要配合手術。你連自己在意啲乜嘢都唔知，你想要醫生點樣幫你定製方式，諗清楚先。第三件事咧，你有冇去專門個診所去做個評估？我唔係賣花讚花香，但矯正呢家嘢，醫生個經驗咧真係好重要。你諗下，矯正牙齒唔係簡單排齊個牙齒，仲要考慮你個咬合、面型、顳下頜關節個問題，呢個全部都需要有專業訓練同豐富嘅經驗。所以建議你呢，你揾一間專門做矯正個診所，或者係有多年矯正經驗個正畸專科個醫生嚟做評估，睇多1-2個醫生比較下方案，唔好人云亦云，咁先係對自己負責。第4件事呢，你個決心有幾大？呢個先係關鍵。成日有人問我，蔡醫生啊，箍牙會唔會好痛啊？我反問佢先，你想變靚嘅、自信嘅，操低牙套嗰幾個禮拜調整完，牙齒係會有個酸軟無力，咬唔到硬嘢，呢啲係正常嘅現象，代表你個牙齒喺嗰度喐。但如果你因為怕呢啲少少個唔舒適，就半途而廢，戴唔夠時間啦，或者係索性唔復診，咁我勸你咧，你就唔好開始啦。矯正係一場馬拉松，100米衝刺，冇決心就冇整噶啦。第5件事咧，你要清楚矯正期限。好多人以為拆咗牙套就完全結束呢個任務，呢個係錯誤嘅。矯正咧療程雖然可以係1到2年時間，但維持期咧有啲係一輩子。我成日同客人講，個保持器要戴一輩子，唔係我嚇你，因為咧牙齒係有記憶嘅。如果你拆咗個牙套之後咧，你又偷懶唔戴個保持器，佢係會慢慢要走翻原位嘅。你之前花咁多時間、花咁多精力、花咁多錢，就變成白嘥噶啦。頭1年咧要24小時
除咗佢食飯啊、刷牙之後咧，第二年可以轉為夜晚戴、日頭唔戴。記住呢啲嘢，你個矯正效果先可以長長久久。有缺牙要先矯正定係先植牙？有缺牙要先矯正定係話先種牙？記住呢個口訣：先箍牙後種牙。因為咧矯正嘅時候，你個牙齒會移位置咧會有改變。如果你係先種咗嗰隻牙齒，個植體咧喺你骨頭入邊緊，就係佢以後好咗之後咧，佢係唔會喐嘅。咁你咧其他牙又要點移位咧？所以咧一定係要先箍完牙之後咧，牙齒排好之後，再留翻個正確個位置。所以咧你一定要做矯正完之後咧，牙齒排晒好，留翻個正確個空間，再去種牙，咁先係最理想嘅流程。已經有植牙仲可以矯正嗎？可以嘅，但係有條件。如果你本身已經係有植牙，當然都仲可以矯正，但因為咧植牙唔會移位，所以我哋矯正嘅時候咧，要以佢定點嚟設計方案。簡單個移動當然係冇問題，但如果你想係大個規模改變牙齒個排列，就可以會有大個限制。如果你有植牙又要想諗住矯正，一定要揾你嗰個矯正嘅醫生同種植牙嘅醫生一齊會診，入一個最啱你個方案出嚟。維持器真係要戴一輩子嗎？係，要戴一輩子。頭3個月係最關鍵嘅，頭1年要戴前日，之後咧就算你轉為淨係夜晚戴、日頭唔戴，都千祈唔好唔戴。你諗下，你用咗1-2年嘅時間，幾萬蚊牙，就係因為你偷懶，2年後咧佢打回原形，你話抵唔抵呢？戴保持器先係你最靚個保證。呢一期咧就講到呢啲嘢，多謝大家。